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咱人活这世界上爱食两种食物，一种是肉体存活食物，另外一种是灵魂活命食物。肉体食物若是供应无够呢，咱人的肉体生命就袂当生存落来。同款的人，还有一个灵魂的生命，灵魂的生命若是无活命食物来供应的时阵，那呢，咱内头的这灵魂的生命就会夭折，会感觉虚空。但是咱若是有圣经真神的话，假说咱活命的食物，咱的生命就会充满着对真神来迄个真正的丰盛。今日节目呢，伫活命的食物这单元内底呢，希望要甲咱亲爱听众朋友继续来探讨分享主题是人物真神。我咱有机会根据着圣经神的话来谈论着真神代志。因为圣经约笔记第22章41节。内面咧讲，你的人物真神，就得了平安，福气也得甲要临到你。今日迄时呢，要来谈这个真神的本质的第一部分。迄时呢，现在要奉主耶稣的性命来根据着这个主题，也根据着圣经，希望咱大家拢有一个安静、理智的心、谦卑的心，咱做伙呢来思想，做伙呢来探讨、来分享这个福音的题目。但愿真神呢，的圣灵的亲自来带领着咱，会当来明白真神的话，一切的真理。互咱人物来找到造化天地万物，甲咱人类的真神是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圣灵。这一位束缚互咱人类根源、万物的主宰、天顶都的真神主耶稣，咱来得享着伊所赐的平安甲福气。伫世界上目前有70多亿的人口，有真侪无同款的民族，会当讲是每一个民族所敬拜的神呢，拢不只是一位尔。伫这呐侪的宗教内底呢，这呐侪的神明的当中，难免以聪明的头壳去判断伊的真假，来选择咱所应当来敬拜真神呢。到底倒一位是古代伟人？但是咱后代人去甲后发去学习呢，倒一位是去互写出来的虚构的人物，根本呢也无这个人，也嘛袂当真做神啊！这拢是迷信的产物，无值得咱人去甲敬拜。遐如果是空中运行迄个邪灵工作，要来迷惑人来远离着真神，互人失去进到迄个天国来享受永生的福气的。这拢是需要来祈求了天顶的真神来授予了咱聪明甲智慧，咱才当神思明辨。咱才来讲真神的本质，真神到底啥本质？咱第一项讲真神伊是看袂到的灵呢。伫7900几年前，当天顶的真神耶稣基督道成肉身降生来到这个世界，伫犹太国传福音救人时阵呢，伊捌对撒玛利亚拜偶像妇人人做一个个人报道。耶稣对伊讲：妇人人，你当信我，时阵到啊，恁拜天父真神也无伫这山顶，也毋是伫耶路撒冷。恁所拜，恁毋知影；阮所拜，阮知影。因为救恩是对犹太人出来，时阵将到，打即马就是啦。迄个真正拜爸需要用心灵甲诚实来拜伊，因为天父要安尼人来拜伊。神是灵，所以拜伊呢，必须用心灵甲诚实来拜伊。这故事记载伫约翰福音第4章第21节到24节，这来是你甲咱讲，真神呢，毋是属物质的偶像，也毋是世界上的伟人，伊也无需要人类呢，伫某一个所在去甲膜拜，也无需要人备办真侪祭物去甲伊敬拜，因为真神呢，是充满着宇宙万有的灵，是目睭呢、肉眼呢所看袂到的。当然，毋是讲也无生命物质爱人去甲雕刻、甲安置，甚至甲装饰。真神乃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圣灵。只要咱人类呢，用着心灵甲诚实来拜伊，就会当蒙伊的喜悦来得到伊施恩甲眷顾，来保守着咱平安甲幸福。以前这总统蒋介石总统伊捌发表一句名言
讲人生呢，未当无宗教信仰，但未当呢有世俗的迷信啊。这若是讲天地之间既然有掌管人类的活命真神，咱的生死和福拢伫伊手中。那呢就爱找到这位真神来相信伊，来仰望伊，来向伊寻求帮助。因为带有肉体的人有真济的软弱无法度去克服。咱的体力则有限呢，能力有限，生命有限。对于咱找到迄个无所不能的真神，若无咱人生实在是无什么依靠，找袂到真神的帮助。所以袂当讲无经过这个理智甲判断，就安尼随便去追随着世俗的信仰，去敬拜着假神偶像，来苦害着家己，又得袂到今生的帮助。更加莫讲得到这个来生福气啦。若安尼讲咱要去来敲找着这个正确的宗教信仰呢，又安那用着心灵甲诚实去拜这位充满着万有的这个真神呢？而且呢，互咱会当先根据着圣经这本基督教的宝典圣经，来认捌真神的本质，咱才当对所敬拜的这对象呢，做了合理正确的判断。第一项，真神是无所不能。圣经创世纪17章记载了当以色列民族的祖先亚伯兰99岁时阵，真神向伊来显现，对伊讲：我是全能的神你当伫我面头前做完全人，我就要甲你订约，互你会晓的呢足济啦。这是真神直接向人来表明，伊是无所不能的真神。伊甲亚伯兰讲，虽然人有软弱，要伫各方面达到完全地步，这是无容易的。但是呢，在人未当，在神凡事拢会。只要咱信靠了真神，来极力追求，一个足平凡的人，嘛咱靠了真神达到完全的地步。所以这个个性度要必须接受极大患难了后，伊认捌真神的伟大。伊讲我知影你万事拢会当做，你的旨意呢，无人会当阻挡。我以前福门有真神力，现在呢，我亲目睭看到真神力啊！这那奇妙的认知，对圣经内面，咱就可以来谈论到神所做的这个万物，甲这人类，来了解这位无所不能的真神，互咱生出坚定不移的信心。对圣经开始呢，创世纪第1章第1节开始就记载了真神创造这那大宇宙。这圣经讲，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一面黑暗。真神的灵呢，运行伫水面顶。真神讲要爱有光，就有光。真神看光是好的，就甲光暗分开。就安尼，真神的灵呢，伫咧运行，加上神的命令，就创造出天地之间的万物。第一日真神造光；第二日，真神呢做了空气。第三日呢，真神将这个海洋甲陆地呢，给分开，并且命令这个土地发出青草、树木、水果。第四日呢，真神做了这个日甲月亮以及星。第五日呢，真神呢做了这个鱼啦、虾啦、水族甲飞禽。第六日，真神做了动物、精生、昆虫、野兽。最后，真神照着家己的形象做了人类。这样奇妙的能力，照着真神的灵运行，加上真神的话语下命令，就做出这个天地之间无度算尽的物件。种种的这种类真正是有够多啦，这万物无度去算，显明了真神伟大的能力。在这个大约4000多年前真神对万百姓当中竞选了义人亚伯拉罕，来向伊显现，对伊应许讲，要互伊的后裔呢，后代亲像地上的沙土这样济。总是呢，一年又过一年，伊甲伊的妻子撒列拢还阁无囡仔。一直到伊99岁，伊的妻子89岁时阵，真神才向伊显现，甲伊讲明年要生囡仔，并且
这个消息呢，互伊的妻子杀孽感觉讲心中暗笑啦，讲哪有可能？总是呢，真心是活命的根源，伊会当成就大代志，完成伊对阿伯拉罕的应许。真正伫阿伯拉罕100岁，伊妻子90岁，伊就生了独生囝以撒，显明了真神是无所不能的做法者。因为安尼，伫罗马书第4章的17节到22节内面嘛提到讲，真神会当互死人互活，互身体亲像已经死的阿伯拉罕啊，会当恢复了年轻啦吼，互已经断绝生育的妻子呢，会当怀孕，而且伫一个老妇人的腹肚当中吼，来生出一个大波囡仔，可见呢，真神是互无变做有的真神，伊的力量实在是太奇妙了。大约伫这个3300万年前，以色列人的领袖叫做约书亚，伊带领着百姓过这个约旦河进入迄迦南地。有一遍约书亚甲这个阿摩利人伫咧征战，真神呢，互以色列人会当战赢。当初时呢，这约书亚向真神来祈祷，求真神互这个太阳停伫这个西边这个所在，月亮停伫倒位？停伫阿雅伦国。真神真正垂听到伊的祈祷，互这个日月停留，无急速，马上落来。大约有偌久呢？1日之久，一直等到以色列百姓完全得胜。可见呢，真神是掌管着这个日月星辰，伊是无所不能的掌管者。这个故事记载伫圣经约书亚记第10章内底。伫2700万年前，真神看到亚述国的首都尼尼微城，会当讲是罪恶贯满啦。这个城应当是爱灭亡时阵，但是主爱真神呢，要搁互一届悔改机会，就差遣着以色列国的先知用那呢去传警告。这无奈这约拿先知可能是惊讲尼微人足凶残的啦就逃避了真神的命令，就对约帕的港口打准，要逃往到西方的塔斯。总是无所不能的真神呢，就伫地中海掀起了大风涌。尊顶的这众人呢，拢非常惊吓所以就用抽签的方式呢，要来找出是有啥物罪魁祸首呢？伫这当中会当甲抓出来，然后呢，伫不得已的这情况之下，将这个约拿甲伊等伫这大海当中，等为了这个风雨的平静真神却安排了一尾大鱼，将这约拿吞入腹肚当中，经过3天3暝，伫迄个腹肚内底，约拿向着真神来忏悔来祈祷，真神呢就命令这个鱼呢，就将伊吐伫大地所在，互这个约拿会当搁往尼尼微城去传警告，互尼尼微的这个王呢，以及百姓呢，大家拢尽加忏悔啦，祈求天顶真神的怜悯，并且呢，离弃手中的强暴甲恶道，伫真神察看之下，就改变了心意，无甲这个灾祸呢降伫尼尼微城这人的身上。这奇妙的故事，互咱认识到真神的伟大。伊真正掌管着这个大海，控制着风涌，指挥着大鱼，来保住着约拿性命，来饶恕着尼尼微城人的这个罪过。伫这2000多年前，阿兰王的元帅叫做乃曼，虽然是一个大能勇士，有辉煌的这个战略，但是呢，伊却发了大太过，无人来医治伊的病。拄好伊厝内面有一个小婢女是以色列人，就建议伊去到以色列国来找真神的先知以利沙。以利沙只是讲你去这约旦河当中去洗7遍，伊的肉的确就当复原。起初伊足骄傲，而且无信心。后来经过这个聪明的仆人甲伊劝勉，伊就照着先知的话去行。果然呢，哇！伊伫约旦河洗7遍了后呢，伊的肉都复原了。圣经讲敢若像细囡仔肉，完全洁净了。这个故事记载伫列王记下第5章，互咱认识真神真正是做人肉体的神，只要伊愿意，就会当医治咱各样的这疾病。真神奇妙能力也显伫人类的日常生活当中。大约伫3400万年前，
摩西带领着以色列百姓离开了埃及，经过了红海，行伫旷野当中40年。真神的百姓无法度伫同一个所在停留真久，伊就安尼无法度经证啦，来修行。所以真神就吩咐了百姓，透早呢出去捡这个白霜的小圆米，作为旷野当中的食米，来养活着200多万人的这个百姓。这就真神啊，对天顶降的这个玛纳，来显明了真神对伊百姓之爱。这个故事呢，也记载伫出埃及记第16章，伫旧约圣经申命记第8章第4节，甲这个尼米记第9章的21节里面记载，讲真神的百姓行旷野40年，这么久，真神养育因就一无所缺，衫嘛无穿破，骹也无肿，真系奇妙。这种显明了真神真正是无所不能的大爱啦。天顶真神，咱人类救主耶稣基督，伊是昨今日一直到永远拢是同款的，伊的能力对古早一直到今日拢未改变的。伫1975年5月，咱台湾东部这个花莲县的这个基徛真耶稣教会举行这个献堂礼，因为台风呢，煞甲这个会堂吹倒啦，因不得不呢，需要重建着这个新的会堂。虽然伫故乡呢只有15名信徒，但是真神的开力帮助因，伫建堂的期间呢，有一个奇妙见证。有一兄弟为了要趁钱回来做这个新的会堂，就去到高雄港呢去做工课，常常爱出海去掠鱼。然后伫故乡的太太甲3个囡仔伫安息日因为无会堂好聚会，所以只好呢坐车去到新社教会去聚会。伫这个安息日，这个小囡仔所破病未当去聚会，所以只好呢因就留伫厝内边，奉主耶稣的性命家己做伙一家聚会啦唱诗祈祷读经。突然之间呢，煞听到外面有一寡嘈杂的声音，按就出去外口看卖，歹啊！这北边煞倒火啦，烧甲足严的，因为安尼，这拢是这个草厝嘛所以这个火星也喷啦，已经烧到伊厝内面的这个牛条，伊就安尼真紧的，赶紧的排掉伊的这个囡仔，摕着这个水桶，压了一个推，就爬起到厝尾顶，这个火势啦，足凶猛的啦，所以真紧的，这个火就接近了伊。下面的厝边就甲伊讲：紧落来啦，紧落来啦！伊阵发现讲这情势不妙啊，两只骹嘛拢已经软去啊，无法度振动啊。这时阵伊只有咧跪伫这个厝尾顶，向天顶真神呼叫祈祷。哈利亚，奉主耶稣性命赶火，火地去，火地去，奇妙主耶稣恩典，这手一比呢，火呢就退后转向了。下面有一寡天主教的教徒看见这奇妙的神迹，也对咧嫌啦，讲哈利亚，奉主耶稣性命赶火啦因发了诡辩，奉主耶稣性命赶火，足奇妙就是讲这个风本来是北风，竟然呢煞吹起了这南风。这时阵呢，北边的这2户人家呢，厝已经烧歹去啊，这个牛条呢也拢烧去啊，但是大火呢，这个时阵煞怎无去啊？几天了后，伊丈夫对高雄回来，看到这个厝也听见到真神的看顾，心中呢一直感谢主耶稣，看顾着伊的百姓。显然呢，咱就当知影讲，真神听到咱祈祷、甲咱呼求的声音，伊有能力来拯救了咱。你想看卖？风甲火呢，拢听从伊咯，因为伊是宇宙主宰。但今日真到这21世纪啊，咱台北呢，也有一位这个郭先生，伊本来伫航运公司退休来，虽然领了退休金，可以自由自在过生活，但伊却无快乐，因为呢，伊长久以来气喘病缠身啊，所以互伊不得不呢4点钟都要食这个药啊，若无伊的这气就喘袂过来。伊爱靠着这药品才通度日过日子，所以伊半暝嘛爱起来食药啊！真正足辛苦的啦，足痛苦的。有一天，伊忽然呢想讲要来找一种信仰呢来食这个药我靠，所以伫偶然的机会内底，伊捡着真耶稣教会的见证片段，
顶面有参加着这个圣经函授课程方法，伊就写批报名参加。总会这宣导处呢，就寄了这个圣经函授课程呢，互伊读。伊就安尼伫这个课程学习当中，伊认捌了真神，伊也领会了足侪道理，也一课一课做认真来写这个作业，寄倒来这个总会宣导处。足奇妙，伊每一遍成绩拢有记起吼，所以足欢喜，足有成就感。一段时间过去啊，最后一课这测验题寄出来，因为足欢喜啊，欢喜甲讲已经完成了这个课程，竟然呢煞袂记咧食药啊，都困去啊，足奇妙。这个气喘呢，却无发作。迄阵呢，哇，困甲足好势，精神呢，就安尼来医治了。伊这个足严重气喘病，一直到伊醒起来，才知影讲精神医治伊的大能力，心中足欢喜的，拄着人就做见证。这个高先生呢，又个打电话去总会联络驻幕伫北投的这个团队去甲访问。迄一天落着小雨，伊竟然徛伫迄个巷口所在，迎接着团队去甲访问，并且见证着讲伊家己蒙恩的过程。伊又搁带着这个团队参观着伊有这两铁柜这个药米，这几十年来伊拢靠这药米来度日子。这个艰苦，咱应当会当去体会啦这个高先生伊参加这个圣经函授课程，伊心中有真信耶稣，所以伊心灵呢就有了寄托。圣经的真理，互伊得到自由，连气喘的动静呢也拢完全治好了。伊来甲教会参加会报道，到讲台的头前呢，跪落来祈祷，主要所喜悦伊属于圣灵。当圣灵临到着伊的时阵呢，伊本来念哈利亚占家所，竟然这字头出来跳动的更动，而讲出这个基义的字音，所以得到圣灵。圣灵呢，甲真理呢，来坚定了伊的心，所以无久了后，伊就受洗来归主要所祈祷。伊现今呢无忧无虑啦，自由自在，咧敬拜着天顶的真神。伊的人生呢，有了永生不忘，伊生活呢也得到圆满的改善咯。所以，愿咱借着今日的思考，真神是看袂到的灵，甲真神是无所不在的这个本质，来真正所教会，来查考圣经真理道，来祈祷天顶的真神。互咱更加认捌，咱应该敬拜真神。希望咱前来听这比喻你听捌你嘛有这个机会来认捌，来勇敢，来相信主耶稣基督救恩，来抵享着真神所赐的平安靠福气。咱今日的活命的食物这单元呢，喜讯就甲咱分享到这。